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一声应高财，无声毋免来。是安怎是应高财？那毋是应八财、应七财咧？我是安尼想啦。这字九是数字内面上极坎的，所以若讲这个应高财，凡说会使解说做低音高声的才能。这个解说找无资料，通做干证。不过是我个人的设想，大家参考就好。这意思就是讲，有好的声质，才有才调声人来看、来听。唱歌的、做歌戏的、做配音的，拢对声音这件代志真究坎，也真对重。假使声音若无够出调，无人看，无打紧，无的确过会互蛋鸡卵赶落台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